60岁以上长辈必看4种应避免与4种必须每日补充的维生素。各位关心健康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分享空间。如果你已经超过60岁，可能多年来一直被告知每天早上服用维生素是维持健康最聪明的方法之一。为了骨骼吃1颗小药丸，为了心脏吃另1颗，或许再加1颗补充体力。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这里有一个大多数长辈从未听说过的惊人事实：您每天吞下的某些维生素，实际上可能正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虚弱，大脑更迟钝，甚至让您更容易生病。临床研究显示，某些被广告吹捧为银发族必备的补充品时，际上会在体内堆积，造成肝脏负担，导致动脉硬化，甚至增加中风或神经损伤的风险。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并非罕见的奇特药丸，而是几乎存在于每位长辈药柜中的日常维生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变化，肝脏过滤毒素的效率不再像以前那么高，肾脏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排出多余的物质，神经和血管变得更加脆弱。因此40岁时健康的补品，到了65岁可能变成沉默的健康陷阱。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将揭露60岁后绝对不该随意服用的4种维生素。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会介绍4种您应该每天补充的维生素，以保护大脑、强化肌肉，甚至延长寿命。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第1名维生素已被科学证实能降低 36% 的全死因死亡风险。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扎实的研究数据。现在请拿起您的营养补充品，检查一下标签，让我们来看看您每天早上吃的药丸是真的在帮助长寿，还是在慢慢耗损您的健康。第4种最差的维生素视网膜醇形式的维生素 A， 60岁后可能变毒素的英雄。维生素 A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健康英雄，医师常说它对眼睛、皮肤甚至免疫系统都有好处。在正确的形式和剂量下，这确实没错。但大多数长辈没意识到的是，60岁以后摄取过多视网膜醇 retinol 形式的维生素 A， 常见于许多综合维生素和肝脏类补充品中的合成版本，会悄悄在体内积聚并转化为毒素。与维生素 C 或 B 群等可随尿液排出的水溶性维生素不同，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这意味着您的身体会将其存在肝脏和脂肪组织中。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功能减慢，无法有效处理过剩的维生素，您的脂肪分布也会改变，这会影响维生素的储存方式。您今天摄取的维生素 A 不会在明天离开，它像水滴慢慢滴入杯中，直到溢出。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堆积会引起许多长辈误以为是老化的症状，例如皮肤前燥与头发脆弱、头晕与视力模糊、关节疼痛与僵硬，以及持续的疲劳感。但危险不仅于此。2022年欧洲临床营养杂志的一项回顾研究底线，维生素 A 过量的长辈患有心房颤动，一种不规则心跳的风险增加了 25%， 这会显著增加65岁后的中风风险。换句话说，看似无害的维生素片可能正悄悄增加致命事件的风险。多少剂量算过多？如果您的综合维生素或补充品每天含有超过700微克，女性或900微克，男性的视网膜醇或视网膜醇棕榈酸酯，您就已经处于危险地带。许多银发族专用补充品的含量往往超过这个标准。幸运的是，您不需要完全放弃维生素 A， 您的身体仍然需要它，但应选择安全的贝塔胡萝卜素形式，这自然存在于地瓜、红萝卜、菠菜和鸡蛋中。您的身体只会在需要时将其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意味着没有过量风险。您可以将贝塔胡萝卜素想象成一个自动调节的油箱，只有在油量真正偏低时才会填充。
而视网膜醇则是不断灌油，直到溢出并造成伤害。底线是，如果您超过60岁，请立即检查您的补充品标签。如果您看到 retinol 或 retinol palmitate， 请重新考虑。请用原型食物来源取代它，让您的身体决定它真正需要多少。60岁后的健康不在于堆积更多的药丸，而在于选择正确的形式。第三种最差的维生素，铁剂。60岁后是得其反的体力补充品。大多数人想到铁就会想到体力，医师开药对付疲劳，综合维生素添加它来解决倦怠。几十年来，铁一直被当作治疗指甲断裂、脸色苍白和虚弱的良药。但没人告诉长辈的是，60岁以后，铁补充品可能会悄悄变得有毒。铁不像水溶性维生素那样容易排出，而是储存在肝脏、心脏和胰腺中。随着时间推移，当您在身体已有的储粮上不断添加铁时，它不会消失，而是像旧水管上的锈斑一样积聚，从内部缓慢腐蚀。为什么铁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危险？男性在青春期后停止因生长流失铁，女性在停经后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自然的铁流失管道消失了。除非您因为手术、溃疡或经诊断的疾病而失血，否则您可能并不缺铁。多余的铁质会堆积在器官中，引起氧化应激，不稳定分子会损伤，细胞病倒，致组织早衰。2018年发表在阿兹海默症研究与治疗上的一项研究，将过量的铁与更高的失智风险联系起来。其他研究显示，它会加剧心脏病、肝损伤，甚至某些癌症。而且事实上，极少数长辈真正需要铁补充品。铁中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会主动发出警报，症状非常模糊，常被误认为是正常老化，如关节痛、休息后仍无法改善的慢性疲劳、记忆力问题或脑雾、心悸或心跳不整。但在幕后，那颗额外的能量药丸可能正在损害您的心脏、肝脏和大脑。许多受欢迎的银发族中，和维生素仍含有铁，尽管大多数长辈并不需要。再加上红肉、豆类和强化麦片等富含铁的食物，简直是火上浇油。明智的做法是检查标签。如果您的综合维生素含铁，且医师未诊断出缺铁，请换掉它。您可以请医师安排血清铁蛋白或孕铁蛋白饱和度检查，这能显示您的铁含量是否过高。请选择专为银发族设计的无铁综合维生素，只要饮食均衡，您依然能从瘦肉、豆类和深绿色蔬菜中摄取足够的天然铁质。铁在年轻失血期是必须的，但60岁后，它可能加速衰老、削弱记忆力并加重心脏负担。第二种最差的维生素，钙片可能损害心脏的骨骼守护者。几十年来，长辈们被灌输一个观念，想要骨骼强壮，每天都要吃钙片。电视广告、卫教单和市面上的护骨补品随处可见。但令人震惊的真相是，60岁以后，钙补充品，特别是单独服用时，可能弊大于利。年轻时，骨骼像海绵一样容易吸收钙，荷尔蒙会告诉身体将钙送到哪里。但60岁后，这个系统变慢了，骨骼吸收钙的效率下降，您吞下的那些额外钙质不会凭空消失，而是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进入动脉导致血管硬化，增加心肌梗塞风险；进入关节导致僵硬和疼痛；进入软组织造成难以逆转的钙化。2016年，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回顾确认了这项危险：服用钙补充品的长辈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了 22%。 你以为在保护骨骼时，际上可能在削弱心脏。钙过量的早期指兆看起来很无害，如胀气和便秘等消化问题，关节酸痛、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但长期下来，可能导致动脉钙化、中风、肾结石，并阻碍锌、铁和镁的吸收。为什么单独吃钙片会失败？钙需要伙伴才能发挥作用。维生素 D3 帮助肠道吸收钙进入血液，维生素 K2 引导钙进入骨骼并远离动脉，镁则能平衡钙，避免组织硬化。
如果您只吃纯钙片，您的身体就没有导引，矿物质最终会去到错误的地方。我们建议专注于食物来源，深绿色蔬菜、带骨、沙丁鱼、优格、杏仁和奇亚籽提供天然且易吸收的钙。如果真的需要补充剂，请务必搭配 D3 和 K2。此外，负重运动对骨骼强度同样重要，请检查您的摄取量。如果您每天从食物中已摄取足够，再加上500到1000毫克的药片，就可能过量了。真正的骨骼健康来自平衡，而不是盲目吃药。第一种最差的维生素，高剂量维生素 B6， 悄悄损害神经的能量补品。提到维生素 B6， 多数人认为它是无害的水溶性维生素，但事实是60岁后高剂量的 B6 时际上会毒害您的神经系统。虽然多数 B 群会随水排出，但 B6 在高剂量下会蓄积在神经组织中，产生神经毒性。长辈特别脆弱，因为肝脏清除毒素速度较慢，且神经原本就较脆弱。2017年神经病学研究显示，摄取高剂量 B6 补充品的长辈出现神经损伤症状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这些症状包括手脚刺痛、麻木或灼热感、平衡感差与经常跌倒、肌肉无力以及脑雾。这些症状与糖尿病或一般老化极其相似，导致问题常被忽视。B6 的官方安全上限是每天100毫克，但研究显示，长辈长期每天服用50毫克就可能导致中毒。市面上许多神经修复或能量补充配方的含量往往远超上限，一旦造成神经损伤，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恢复，有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其实，长辈每天只需要约 1.5 至 1.7 毫克的 B6， 您可以从鹰嘴豆、鲔鱼、火、鸡肉和香蕉中轻松获得。如果您的补充品含量超过5到10毫克，请考虑更换。维生素 B6 并非坏事，它是必须的，但过量会夺走您的活动能力与独立生活的能力。从危险转向防御，银发族必须做的转变。刚才提到的4种维生素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削弱身体，但要在60岁后活得精彩，不只是要避开错误的，更要补对正确的补充品。以下4种营养素拥有强大的研究支持，能恢复体力、保护心脏、魔力剂、疫病延长寿命。第4种最佳维生素，每60岁后默默修复身体的矿物质。镁是银发族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睡眠困扰、夜间抽筋、不明疲劳，甚至心律不整，常被误认为老化，其实是缺镁的讯号。镁参与体内300多种生化反应，维持心率、肌肉放松、神经功能、血糖稳定，并与钙和 D3 协同强化骨骼。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吸收镁的能力下降，加上降血压药或胃药常会耗尽体内的镁，缺镁会增加 50% 的心房颤动风险，并提高失智和糖尿病的几率。补充正确的镁，如甘氨酸镁、柠檬酸镁或苹果酸镁，而非易导致拉肚子的氧化镁，能显著改善睡眠、减少抽筋并稳定心情。建议剂量约为每天250至400毫克，并可多吃菠菜、坚果、酪梨和黑巧克力。第3种最佳维生素，维生素 D3， 对抗60岁后衰弱的阳光营养素。维生素 D3 就像一个总开关，到了65岁，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下降超过 50%。缺乏 D3 会导致肌肉无力，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削弱免疫系统并影响情绪。研究发现， D3 低下的长辈患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增加 50%， 全死因死亡风险增加 30%。 大多数综合维生素只含有400至800 IU， 但长辈通常需要1000至2000 IU 才能维持健康水平。请选择D3 胆钙化醇，而非较弱的D2， 并随餐服用，搭配油脂以增加吸收。第2种最佳维生素，维生素 B12， 神经保护者，与大脑救星。65岁以上的长辈中，每4人就有1人缺乏 B12， 这是因为胃酸减少、
无法有效从食物中分离 B12。长期服用胃药或血糖药，如2甲双胍，会让情况更糟。B12 缺乏不只会累，还会导致脑部萎缩、贫血和步态不稳。它会模仿失智症或忧郁症的症状，若不及时处理，可能造成永久神经损伤。建议长辈每天补充500至1000微克，并选择甲钴胺 methylcobalamin 形式的舌下定，绕过肠胃直接吸收。第一种最佳维生素欧米伽负3脂肪酸 EPA 与 DHA， 长辈不可或缺的长寿营养素。如果有一种营养素能真正改变您的老化方式，那就是欧米伽负3。项追踪42000名长辈的大型研究发现，体内欧米伽负3含量最高的人，全死因死亡风险降低了 36%。这代表心脏病、中风减少、头脑更锐利、关节更强壮。欧米伽负3能对抗长辈的隐形敌人慢性发炎，它能保护大脑组织，减轻关节僵硬，并延缓细胞老化。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如鲑鱼、秋刀鱼，或每天补充至少1000毫克的 EPA 与 DHA 组合。请选择经过重金属检验且为三酸甘油酯型 TG 型的鱼油，吸收效果更好。这就是关于60岁后维生素的真相。老化是必然的，但受苦是可选的。有些看似为长辈设计的补充品实际上可能加速衰老，而补对镁、D3、B12 和欧米伽负3则是给予身体渴望的支持。您的未来健康尚未定论，您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服用的每一颗营养品，都在撰写您的健康蓝图。请在今晚检查您的补充品标签，咨询您的医师进行相关检测。用有益取代有害。记住，最美好的岁月不一定已成过去，有了正确的营养，它们依然在前方等着您。祝大家身体健康，长寿安康。